台南市阁叫出吉祥物，伫台顶热情跳舞，为大卡将要参加112年全国运动会选手来加油。送起！台南市政府，我们的自己交给我们台南市体育总会我们的副理事长。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代表市长王伟体，授机予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。本届全运会，台南市派出731位选手。阵容比以往更加庞大，10到17号，台南已经摕下12面金牌，奖牌总数为一个全国前3名。睽违16年的全国运动会重新回到台南市来做主办，那黄伟哲市长对于选手的关注，可以说投入非常多的一个心血，所以我们投入了很多的一些政策面的协助，那包括一些所谓的培育奖金的一个投入。那包括透过一些科学的方式，来让我们的选手的成绩能够有所突破。希望选手拢会当独霸自讲，台南市为摕到金牌选手，奖金为30万加码到35万，为选手到教练、体育局也拢定出完善的制度，予参赛者无后顾之忧。咱有地质优势，这本一定要好好发挥，就是上好心情，包括台南市。全国运动会将伫10月21号到16号伫台南登场，邀请市民朋友来关注各项运动赛事，到场为参赛选手加油打气。体育局也鼓励台南市的选手把金牌留伫咧台南，争取明年前往巴黎奥运。台南市民小怀采访报道。